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9月份百强房企销售榜单已经出来了啊。根据这份榜单呢，9月份销量排第一的是保利发展，第二的绿城中国，第三是中海地产，第四是华润置地，第五是招商蛇口，第六是万科地产，第七个是建发房产。这个前7名恐怕都是国企吧？现在万科也是国企了。第10名滨江集团，那应该是民企。这个1到9月保利发展整个的销售超过了2000亿，成为唯一的一个过2000亿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个1到9月份呢，万科一共只卖了1003亿，累计同比就1到9月和去年1到9月比，万科是下跌了45%。那么它9月份呢卖了92亿，比去年的9月份下跌40%。9月份比8月份呢稍微好了一点，涨了2%。也就是从万科的这个业绩来看那就是形势不容乐观。排第一的保利绿城、中海、华润，他们今年1到9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保利发展下跌了17%，中海地产下跌14%，华润置地下跌10%这就是房企9月份的一个情况。大家比较关心的恐怕就是万科。这个第一财经它今天有篇报道，标题叫楼市3季考，就是第3季度考试成绩，说超470条新政护市，1线城市成交修复。2025年已然过去3个季度，今年楼市运行情况如何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房地产整体延续止跌回稳的基调，中央及地方积极出台护市政策。前3季度全国200个省市县出台救市政策超过470条，城市更新激活需求，优化供给，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8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相继优化限购政策，更是成为本轮新政最重磅的动作。据中指研究院最新数据2025年以来，全国约200个省市出台政策超470条，因当前多数城市已放开限制性政策，新政频次有所放缓，3季度出台政策超过120，较2季度的175条有所降低。啥意思呢？我理解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政策窟了，越往后这就是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越少。根据中指监测说，前3季度各地调整公积金政策约220条，主要包括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提取公积金运用首付，延长还款期限，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缴等。深圳、苏州、河南等地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税费、物业费、装修款等，真金白银进行购房补贴，是需求端的第2大动作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拿出钱出来补贴这些买房的人。你比如说这个岳阳，还有浙江的这个衢州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9月27日，全国各地公示拟使用专项债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数量超过4600宗，总用地面积超2.4亿平方米，总金额超过6200亿元。在收购存量商品房上，多数收购项目落地。截至9月初，广西累计收购存量住房2.9万套，浙江、四川先后发行合计27.9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这个土地的收储显得好像力度要大一点，就是整个2025年一共是4600宗，总金额涉及到6200亿元。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政府去发债，发了债从开发商手上把你开发不了的地给你收回来，收回来之后他不是白收政府债也发了，对吧？钱拿到手了，去开发商那收了地之后，他把地条规变性，然后你这开发商还得买回去那你说这个地一收一卖，政府手上多了发债回来的，什么都没有变，政府就手上多了一笔，这不就用来发工资了吗？这不就用来保障地铁运行吗？但是他这个一收一卖，对吧？根据那个房企来决定，那房企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我给你条规变性，这个地能不能开发？所以说这种专项债收除不是咱们平常意义上的开发商说我这地卖不掉，我退给你政府，拿走吧，把钱还给我，不是这样的这文章说1线城市引领成交修复，在超470条楼市新政
带动下，前3季度楼市成交不乏亮点，其中一线城市尤为突出。这个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啊，据北京8月8日新政已近2月，从市场反应看，新政后部分楼盘到房量好转。9月1日到28日，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 1.45 万平米，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20%。五环外有新项目开盘去化近 80%， 什么意思呢？就是北京啊，9月份确实啊，这个无论是新房这个同比还是环比都是增长。这个二手房啊，9月份啊，这个环比是增长 22%， 同比增长 27%， 也就是二手房也买卖也多了。但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在增加，就是你卖得快，房子挂得也快。那上海呢，8月25日新政落地后啊，销售数据局部回升。9月1号到9月25号，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 3.3 万平方米，较8月日均增长 31%， 同比增长 55%。二手房成交也同步回暖。9月1号到28号，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684套，环比增长 10%， 同比增长 32%。三大一线城市中，深圳出台新政最晚，不过市场活跃度提升明显。新政9月6号到9月28号啊，深圳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 0.6 平方米万啊，较8月日均增长 33%。二手房成交，同期二手住宅日均成交150套，较8月日均增长 8%， 同比增长 41%。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啊，整个的9月份啊，这个出台救市措施的北京、上海、深圳这个楼市啊有所回暖啊，这是中指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啊。我们说的是成交量，不是成交价。实际上这个增长是以价换量，成交价是在下跌的。这个根据深圳乐友家成交数据显示，深圳9月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回落到 5.87 万，和去年9月成交均价一样，也就是跌回到去年9月份那个水平了。去年9月份9月27号出台新政的嘛，也就是去年9月份就是房价最低的时候，就深圳啊，一线城市都一样，就说明啊，一线城市啊成交量是稳住了，而且有所回升，但是价格是在下跌，那就是以价换量，然后更多的人把自己二手房挂出来卖，要套现，那就是这么个局势啊。网友北漂橙子他发了一个微博啊，他说啊，他大概是住在北京通州，他说11啊，我哪儿也不去，我想赶紧把房子卖了。先说说自家房子，说坐标通州，8年前350多万买入，8年前啊，那就是2017年啊，350万啊买的，现在呢到中介呢挂牌想卖，中介告诉他最高160万，说最近啊好不容易有个买家约谈，买家直接给我砍到135万，我说不可能，没必要再谈了。说到通州的房子啊，我很有发言权，这哥们儿就是在通州房价最高的时候买的，他就是套在最高点。我一直说通州的房价最高点就是2017年，2017年正好他是8年前就是2017年买的，那个时候通州突然出台一个限购叫双限购，所以那个从那时候开始房价就直线下跌，一直跌了8年啊。你看啊，他是350万买的，现在只能卖135万，基本上是腰斩，差不多是腰斩50%嘛。但是实话实说啊，我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地方的房子。通州的房子啊，如果是130多万，我来估算啊，他7年前350万买的，大概率啊，那时候房价应该在6万，我就这么算。那他大概买的就是应该是50-60平那个小户型，你按他60平算，他现在人家只给他出到135万，那就合着每平米才2万多，那基本上也就到底了。就是在通州啊，2万多一平。也就是再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你还能跌哪儿去呢？8年前啊，350万买的房子，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在运河那一带，就是大运河这个西边啊，有很多楼盘都是那个时候开发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因为是第二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听见邻居啊，他们都在那讨论啊。我那时候早上起来带孩子在那个公园里遛弯，就看见邻居都在讨论说昨天晚上那个战况，我就好奇就听一下什么战况。他们就说，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都约着去河对面买房。我说为啥？他说你不知道吗？限购出来了，今天就买不了了。就是我的邻居啊，就是一个小区的好多人，老头老太还什么家里人都跑到那个，都是当天晚上啊去临时去交的钱买的房，在那个关门之前，新政实施之前，最后一刻签合同交定金买的房，好多邻居买的。那我是后知后觉吗？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听说。我那个时候啊，对买房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根本就不看房子。当然了，你看啊，对吧？正因为我对房子不感兴趣，所以我也错过了啊1年到2017年这17年的这个暴涨。当然我也躲过了2017
2017年到现在的这个暴跌。我想，如果我要2017年那时候听他们一说，也一冲动，对吧？也去买了一套房，那好了，那我这8年估计，对吧？这个心里也匍匐啊，不得劲啊。他们那个时候是这个疯狂状态。什么叫疯狂状态？就是北京都已经限购了，他认为越限购价格越涨，怎么的越要跑去买。结果一限购之后，果然的房价就从2017年开始就一落千丈，就是年年跌。我有好几个邻居啊，他就是当时就是靠炒房子赚钱，他没有正经工作。他那夫妻俩啊，一会儿离婚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一会儿结婚，就通过离婚结婚来搞那个叫购房资格，就这么炒房的，炒的生活很滋润。但是啊，他恐怕2017年开始就被套住了。这个网友还说啊，他说啊，他前一阵子跑到丰台去看朋友，顺便问了一下丰台他那个朋友的小区啊房价，朋友告诉他啊，说这个小区90平的房子去年卖620万，今年说最近有一个同户型的刚刚成交是508万，也就是1年啊跌了110多万，将近120，跌了20%吧，不到18%。这是丰台。另外一个小区去年挂牌400万的房子，今年挂牌300万，到现在还没有人来看，这就是北京楼市啊一些真实的状况。我们再看啊，这个各地啊，趁着这个11，对吧，出台哪些救市措施？这个9月29号，福建厦门市发布关于完善优化落户条件的通知。根据通知啊，在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住房租赁备案且居住登记满半年，并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个月，且申请时在保的人员，可以申请在居住地所在区落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厦门啊，有4个区啊，可以租房落户。你没房子也行，你只要租了房，完了之后，你只要是交3个月社保，你得证明你在那个当地工作啊，对吧？在那儿生活啊，你现在就可以落户在那儿。这个为什么出来这个政策呢？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吸引人，把人吸过去，先把你吸过去再说。你在那儿登习惯了，在那儿找到工作了，稳定下来了，你迟早是要买房的，对吧？这个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先把人口吸过去，对吧？人口吸过去，人只要一过去了，你就是不买房，你会租房啊。他比如让你租，你一租房，他那个厦门的这个租房市场就好了，租房市场好了，那也会促进这个新房的销售啊。因为我买了房子，我能租得出去啊。所以你看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是吧，已经就落户越来越容易了。我看前2天武汉也是，武汉是你随便你买什么房子，办公楼你买了，你就能落户。武汉户口啊，武汉后来也是大城市，对不对？这个厦门也是啊。那武汉的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那肯定比这个湖北其他地方要强，对吧？你在那儿生活，这种各种公共服务一定会更完善一点。所以现在你看各个地方啊开始抢人，我认为这个厦门这个政策更彻底，对吧？你这租房你就能落户。10月1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啊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我这个不用看都知道啊，要么就是可以让你多贷，是吧？本来能贷100万，现在给你贷130万。第二个就是用途，对吧？以前只能你自己贷自己用，而且只能用来付这个按揭贷款，就是买房啊按揭的。那现在你可以把它提出来啊，用它来付首付，对吧？你甚至可以把它提出来给你别的人用，给你爸用，或者你爸提出来给你用，对吧？也就把它用途再扩展。说来说去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些想买房的人呢提供便利。这个证券时报报道啊，说推行房票安置，湖南宁乡出台楼市新政。9月30号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住建局这个出台什么若干措施啊，从住房消费补贴、以旧换新、房票安置等10个方面推出举措，进一步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宁乡市持续推进房票安置，对全市实行货币安置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项目实行房票政策，供被征收人选择，被征收人自愿选择房票方式的，征收拆迁补偿款的50%可用房票形式支付。对选择房票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宁乡市按房票实际消费金额的10%予以奖励，每张房票容许实名转让一次，房票消费奖励自房票发放之日起2年内有效。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全国各地啊应该推广这个房票补贴，实际上就是购房券，差不多到时候了啊，因为各个地方政府救市已经没有什么工具可用了，实打实的给人降价吧，对吧？你现在韭菜不买房，无非就是他的收入啊跟那个房价差距有点大，你既然对吧不好直接降房价，那你就补贴吧，总好过啊把这房子收去，完了之后变成政府的资产，然后又变成要运营要维护，变成一个这个负资产，对吧？一个它要贬值啊，它要降价，第二个它还要消耗你的现金啊，因为你要去运营维护啊，这玩意你这国企一运营一维护，那不都是赔钱吗？那你还不如直接对吧花点钱补贴
点钱把它让韭菜买走。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啊，只有卖不掉的价格，对吧？只要你敢便宜，还是有人敢买的。今天啊，我看这个孟小苏啊，他拍了个视频，他说啊，你要有闲钱，该放股市还是楼市？哎，现在这个楼市啊好像不行，对吧？但是股市有点火了。这个孟小苏作为房地产的专家，他建议啊，你现在手上有钱，你是投股市还是投楼市？大家看视频啊。现在的股票节节上涨，突破了3800点。那么现在是不是普通老百姓进入股市最好时机？这次能看得出来，这个股市是什么人拉动的？是机构拉动的，80%是机构，散户连20%都不到。这明显的就是人造牛，它会不会是再跌下来？还在看。那这里边就涉及到股市和楼市关系了。股市的涨落关键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上市公司的业绩。美国有一个对股市的说法叫狗市说，说的是这个股市像条狗，狗总是跟着主人走，主人在家里坐着，狗就趴在你的脚下。即便你扔一根骨头啊，就是弄点这个利好政策，这狗跑出去以后啊，它吃完骨头，它还回到你脚下。主人是谁？主人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而中国的股市又和美国的股市不一样，大部分不是科技股，大部分还是衣食住行啊、技术产业这样的行当。所以一旦到房地产低迷的时候，相关产业低迷的时候，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收益率是表现不好的。中国现在是受了楼市的拖累啊，楼市低迷影响到了180多个产业，而这些产业很多都是上市公司。这样的话，中国的股市起步啊，就需要以楼市和相关产业起步为条件。第一步，楼市率先启动，带动经济发展；第二步是相关产业旺盛，推动上市公司业绩；第三，上市公司业绩变好，由此推动股市走高。这3步台阶是每一步都不能够缺少的。那么现在来看，股市有点逆势走高。为什么我说逆势呢？你整个经济环境没改善啊，你大形势并没有转好啊，房地产相关的产业还在低迷，工厂停工，建筑施工单位下岗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股市要长期往上走啊，可能性不大。短期能不能好一下啊？我不说了，扔一个骨头出去，狗窜出去，把这骨头吃完它还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走高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股市万年3000点，什么叫万年？18年半还不如万年3000点吗？但是楼市18年里上涨了10多倍，居民家庭财富很多都是楼市上涨涨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房产占了家庭70%啊，甚至80%的资产。我这么多年我没买过股票，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炒股票的人赔得多赚得少啊。我也问了一些国外的人，我说你们这么多年在股市上赔得多赚得多呀？韩国人给我一个概率，说70%是赔钱啊。后来我一跟中国的同行的说，他说差不多也是这个比率啊，是不是说挣钱多的反而是机构？那前一天我听了社保基金一个前任副理事长的说法，就是拿社保基金的资金去进入股市，结果社保基金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能挣到1年回报率60%、70%，因为它资金量大。但反过来讲，它为什么能赚钱啊？它是大机构。当时08年我劝大家去买房的时候，好多人还不听我的。那时候有一批专家们唱衰楼市，结果那个时候听这些专家的就吃亏了，因为后来发现听他们的耽误了几年以后，原来买一套房子的钱只能买一个卫生间了，他找谁去叫苦去啊？有一段时间有人鼓动卖了房子炒股票，如果有钱人他有好几套房的，他尽可以卖了房子去炒股票。但是如果只有一套房，你让老百姓卖了房子就到股市上冒险啊，他卖掉了一个安全资产，到了一个风险地带，如果他赔了怎么办？他会无家可归。所以说股票是拿闲钱做的，而房地产是老百姓的本钱。投资千万不能够把本钱给丢了，这是投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个孟小苏说，股票啊就像狗市，就像一条狗，对吧？股票围绕着一条主线波动，那个主线就是它的价值，就是它的企业的利润盈利的。哎，就像狗离不开它主人一样。哎，这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啊。你不能说他说的没道理，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啊，如果你有闲钱，我的建议啊，对吧？既不放股市，也不放楼市，而是应该存到银行。他说的是闲钱啊，那闲钱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投资的嘛，闲钱，对吧？存银行最好啊。为什么要买股票啊？为什么要买房子？都没有必要，对吧？以我自身为例啊，我虽然没有赶上01年一直到2017年这个北京的楼市这个牛市没赶上，不是说没买房啊，买了就是没有去炒，对吧？我能买3套，我都没去买，这就没赶上。哎，同时期有很多人赶上了，同时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人，人家就炒房。有人在2017年之前退出了，就落袋为安；有的人呢，他没有落袋为安。
我没有赶上那个前面的这个暴涨，那我也完美的对吧避过了2017年到现在的这暴跌，那暴跌你也很难受啊。有很多人炒房的就不知道收手，路径依赖嘛，所以2017年如果他没有退出的话，反而还逆势加仓的通通被套住。你看现在你要卖就是腰斩，连北京的楼市啊都这样，那你说全国其他地方还能好到哪里去呢？只会更差吧。那个上海的外环外那也是惨不忍睹。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